咁講完呢度咧，就講下衞生啦。衞生嗰方面咧，即係其實咧，最後嗰次係差唔多10年㗎啦。局長喺度咧，即係都記得喺2009年咧修改嘅職程嘅。咁當時咧都講到咧，即係譬如啲護士啊嗰個隨傳隨到咧，你哋當時咧係諗住撤㗎，但係後尾咧就唔知點樣咧。就話咧我哋唔設嗰個隨傳隨到俾啲護士，就諗住咧整體所有啲公務人員咧都會做一個隨傳隨到，結果咧石沉大海。咁而家咧因為信咗你啦，咁變咗冇咗嗰個隨傳隨到。希望司長你出嚟修改。關於嗰個護士咧，的而且確咧，其實點解嗰個一屆嘅護士職階啊，即係一級嘅護士咧有5個職階嘅？但係高級嘅術語得3個職階，原因咧即係你預咗佢哋咧係冇得咁嘅點升職嘅，因為事實上咧佢哋嗰個點數咧高級嘅術語去到480，佢咧只要去到470，所以呢個咧係不公平嘅。同埋咧產業技術人員同埋高級衛生人員咧，大家個學歷都一模一樣，但係工資不同。咁呢啲希望咧都係希望佢可以改善。講到專科醫生啦，專科醫生咧，骨科、婦產科、手術科同埋皮膚科係唔同嘅。好啦，講到手術科咧個風險非常之大，因為除咗要開手術，佢仲加有個風險咧作個病發症，除咗病發症都要睇症。咁咧好啦，如果喺外國嚟講咧，所謂嗰個保險啊，保額咧。嗰個手術個醫生咧係高好多㗎，比皮膚科嚟高好多，所以應該係分㗎，即係冇可能咧全部撈埋一堆一個公司。咁其次咧就係嗰個年資個方面咧，都希望咧實惠嗰啲年資佢做咗嗰啲時間應該反映翻落嗰個工資裏邊嘅。至於頭先衞生嗰方面咧，嗰啲職程咧都頭先我都差唔多都講晒成90%㗎啦。咁我唔記得咗咧，就係關於衞生中心啲醫生，咁佢哋咧係560啊，最多去到600個點數。咁咧就佢哋全部都係職階嘅橫向嘅。咁呢度係咪有個空間咧調升令到佢哋咧向上都可以有個生存嘅空間？其次咧就係啲助理咧同埋啲廚師喺山影醫院煮飯俾啲病人，佢哋都好辛苦，都需要咧局長咧關懷佢哋咧，希望嗰啲群責人員助理廚師各方面咧，前線嘅公務人員咧全線嘅公務人員咧，可以咧有一個機會俾佢哋咧係喺修改嘅過程之中咧係體現到佢哋嘅辛苦。高議員提到一系列衛生局職程嘅問題，我請羅局長作答。多謝司長。咁高議員多謝關心到我哋一系列嘅職程嘅問題啦。咁先回應翻公職護士嘅職程啦。咁其實睇翻2009年嘅法律制度呢，其實都設有隨傳隨到制度嘅。而我哋呢亦都根據翻通則啦，我哋為咗一啲待命嘅工作嘅護士呢，都提供翻待命嘅津貼。如果佢被傳召嘅話呢，我哋亦都會支付呢一啲超時工作嘅補貼俾翻佢哋嘅。咁至於頭先提到啦，唔同嘅專科醫生佢哋風險程度唔同啦，咁其實我哋作為一個整體嘅機構咧，我哋購買職業民事責任保險嘅時候咧，實際上嚟講都係包埋佢哋唔同嘅醫療事故，倘若發生嘅時候咧，都係受到全部嘅保障嘅。咁可能你嘅意思就係話唔同風險嘅專科醫生應該薪酬唔同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作為公立醫院咧，係秉持公益性嘅原則咧，其實唔同專科薪酬一致咧，更加保障到咧我哋所有嘅專科咧都會有人願意去參與，就唔會似到一啲地方啦，可能係有一啲嘅專科咧係冇人肯去做嘅。咁呢亦都體現到我哋澳門咧嘅一個優質醫療服務嘅一個基礎。咁補充呢度唔該。